即位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9月13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1篇第1节到第10节，创世纪第8章20节到第9章的第7节，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到2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形象。根据创世纪创造的记载，上帝创造人是照着伊的形象来创造，并且圣经甲咱讲，上帝是用迄个复数的三一上帝。前天咱伫9月11号的经文分享的中间有讲到上帝的儿女就应该爱追求上帝的真理道路，表现出家己就是迄个上帝的儿女。相关的概念伫今仔日的经文，咱要讲到拿阿受到祝福，是因为伊有上帝的形象，伊画出上帝迄种美好的形象啦吼。创世纪第8章20节到第9章的第7节，简单来讲就是遐个学习邪恶罪恶中是充满的人，因就失去迄个上帝的形象吼，所以因就无法度有上帝的祝福。经文讲，拿为着上主起一座祭坛，对礼仪上清气的精神甲杯鸟的中间带一部分来伫祭坛顶悬献做烧化祭。上主闻着祭物的香味，心内就讲：我无要阁因为人的缘故来咒诅土地。虽然人对细汉心所想的拢是歹，我无要阁照我以前所做毁灭所有的画面。大地所要存在的灾情、修行、寒暑、冬天、夏天、日时、灭时，拢会继续。第9章第1节，上帝赐福拿阿甲伊的囝对因讲着审判，加天真济，充满伫全地。地上所有的野兽、天顶的飞鸟、地面得白的动物，甲海里的鱼，拢会行恁。为恁着管理，我将所有活的动物，亲像菜色共款，互恁做食物。毋过有性命的肉，就是含这个血的肉，恁毋通食。留恁的血的人，就是杀害恁性命的人，我要甲因处死。我要将害恁性命的野兽人，甚至恁的同胞处死。所有流人的血的人，人会要流伊的血，因为上帝照伊家己的形象做人，恁着生炭真济，伫地面上来兴旺，加天真济。耶稣基督教导军队伊的人嘛是用迄个牧羊雇羊的人的角色来讲到伫伊对世间人的疼。嘛，讲到上帝甲世间人迄个关系，所以基督徒不但爱亲近牧者、牧羊的人，更较着学习牧者迄种的模样，来成做上帝牧羊的这个助手吼。耶稣基督的教导，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到21节安尼讲：我是好牧者，好的牧者着为着甲羊放杀性命。有人请的毋是牧者，羊毋是家己的，伊一个看到豺狼来就甲羊放地逃走，豺狼就羊咬去，甲因赶散。伊逃走是因为伊互人请的，无真正关心着羊群。我是好的牧者，我捌我家己的羊，我的羊嘛捌我，亲像爸捌我嘛捌爸。我为着羊放杀性命，我要有其他的羊无属伫这个羊条，我嘛一定会带因来，因会听我的声，嘛会成做一群归属伫一个牧者。爸疼我，因为我放杀家己的性命，
个通个得到性命，无人抢我的性命，是我自愿放弃放杀。我有权放杀，嘛有权摕转来，这是我对爸接受的命令。因为耶稣所讲这的话，犹太人就起分裂，因中间有真侪人讲，伊犯着鬼精神失常，哪会听伊的话？另外人讲，犯着鬼的人袂讲这的话啦，鬼兼会开失明的人的目睭呢。耶稣基督最后佮讲，伫调我有济济的羊，就是要互约咱来成做迄个顾羊的助手，来照顾主的羊群。诗篇51篇第1节到第10节。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盛的慈爱，求你撤销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洗清我的罪过。我知家己的过失，我的罪恶不是伫我的目睭前。我有得罪你，我得罪的是你，我有做你看做邪恶的代志，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受你责罚是应该。我伫母胎就有罪，出世迄日就是罪人。你以爱是内心诚实，求你解释我，互我心内有真正的智慧。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甲我洗清气，互我比洗较白。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拍碎的骨头，搁再欢喜快乐。求你面我走无看我的罪，求你撤销我一切的罪恶。上帝啊，求你为了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赏赐我新搁忠心的心灵。恳求主爱主帮助我领受开力，诚做尽忠接受的这个牧羊人啦，牧羊人来关心，来牧养来牧养上帝的羊群，无叫阮迄个甲歹人来共款，只想要偷，只想要抬，只想要鞭拍主的羊。爱用上帝羔羊人的形象来成做忠心的仆人。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